大家平安。喺崇拜之前，我哋咁大家檢查下手機有冇放到靜音。我哋好歡迎大家，特別歡迎最近新嚟嘅朋友。我哋一陣崇拜結束之後咧，會有茶點喺平息場嗰邊，請大家嚟到一齊可以多啲時間去認識交流。咁上一個禮拜日嘅講道係薪火相傳嘅第5講，主題係末世中嘅預言。今日到第6講，從終點到起點。咁我哋一齊低頭禱告。主啊，我哋感謝你，讓我哋今天早晨有生命意識，讓我哋一齊嚟到敬拜你。主啊，我哋求你憐憫中國嘅洪災嘅地方，特別係廣西，安慰受災者，同埋保守失聯嘅人，俾政府能夠同埋救護人員智慧能力，求你止息風雨，阻止嗰啲颱風帶嚟嘅更大嘅災害，亦都使到我哋能夠嚟信主嘅可以認識神，亦都為到而家好多地方有戰爭，求主你繼續保守當地嘅人民都能夠可以盡早能夠得着主你嘅帶領，讓嗰啲宣教士或者基督徒能夠可以繼續去為主你作美好見證，將福音帶到嗰啲地方，將神嘅愛帶到嗰度，主你帶領我哋嗰啲國家嘅領導人能夠謙卑嘅去依靠神，讓神你親自去帶領佢哋，將和平嚟到我哋，讓神你帶俾我哋真正嘅平安，就係耶穌基督嘅福音。我哋求主你帶領我哋今日整日崇拜，求神你讓牧師嘅正道能夠俾我哋真理可以得着，可以進入光明，遠離黑暗。讓我哋恭敬再次將今日崇拜交到主嘅手中。我哋咁嘅禱告係奉靠主耶穌基督嘅聖名。阿門。使徒信經嘅內容係建立喺耶穌基督十二使徒嘅教義上面。從早期嘅教會，亦都而家正統教會一直被接納。讓我一齊站立，我哋以使徒信經嚟禱告。我信上帝全能的父，創造天地的主。我信我主耶穌基督，上帝的獨生子，經聖靈感孕，又童貞女瑪利亞所生，在本經比拉多手下受難，被釘於十字架，受死，埋葬，降在陰間。第3天從死人中復活，升天，坐在全能父上帝的右邊，從那裏降臨，審判活人死人。我信聖靈，我信聖公之教會，我信聖徒相通，我信罪得赦免，我信身體復活，我信永生。阿門。你會眾仍然站立，我哋用詩歌嚟讚美神。
神唔單止呼召我哋相信他，亦都呼召我哋要跟從他、服侍他，在他所託付嘅崗位上忠心。願我們都立志將自己擺上，在傳揚福音嘅道路上為主作見證。主
意你們同在，願你平安。願主看顧你，願平安歸於你，願主放心你，一生這萬代，願主的福氣，的到於你，我的主真的愛你，願主看顧你，願平安歸於你。
啲聖經同埋我辦公室都有聖經。咁如果你需要買嘅話，你同我啦，或者牧師或者許牧師講得㗎啦，我哋即時都有貨。OK， 好。咁跟住落嚟咧，我哋就請牧師上嚟。我哋教會每年咧一個好重要一個環節咧，就係一個嘅使命門徒嘅旅程。我哋今年咧，我哋有3班，一班係粵語班，粵語班我哋有6位嘅弟兄姊妹參加，應該為佢哋祈禱。另外咧有2班嘅國語班。咁呢個使命門徒旅程係其中我哋喺教會裏面嘅一個嘅門徒嗰個嘅成長嗰個嘅一個非常重要一個嘅環節。咁我哋教會人嚟到，我哋就 connect 啦，我哋就係連結佢哋咯。跟住嚟到咧，我哋就下一個咧就係我哋能夠係探索，就係我哋有何去何從。我哋今日下晝會有何去何從，就係 explore。跟住下一環我哋門徒嘅增長咧，就係 belong，就係話咧我哋融入我哋呢個群體。咁跟住做啲乜嘢咧？我群體喺小組同埋喺聚會之外咧，我哋就係好希望大家咧，我哋透過呢個使命門徒嘅旅程咧，同埋係我哋能夠係建立我哋使命門徒嘅身份同埋我哋嘅目的係點樣。咁呢個咧係一個非常重要嘅。咁我哋一陣間我哋嗰個祈禱，希望大家留意。我以後我再過2個禮拜咧，更加詳細嘅同大家講。咁樣建立咗我哋嘅身份同埋使命之後咧，我哋就最後咧，我哋就要被拆出去啦。咁我哋喺當中希望大家都係為到一陣間我哋咧就係呢件事情祈禱，同埋你對於使命門徒呢個旅程咧係有興趣嘅話咧，我哋出年仲有，每年我哋都有，你可以同我哋再傾一傾。我哋唔係一個課程，我哋係一個旅程，係牧師同埋弟兄姊妹一齊咧係經歷12週嘅時候，我哋一齊點樣去用聖經同埋使命喺當中嚟去建立我哋，同埋知道我哋嘅身份同使命。咁跟住落嚟咧，我哋就將時間交俾Becky， 咁佢都係我俾少時間交俾你。弟兄姊妹，主內平安，我係文秀明東太，咁就係本堂會友嚟嘅。咁我而家身份咧就係中信嘅董事啊。咁多謝牧師，幾位牧師俾我今日咧簡單介紹中信嘅事工。咁就請放第一圖片啦，係啦。咁中國信徒會簡稱中信咧，喺65年前黃永信牧師喺美國創立嘅。現在全世界有12個地區都有中信嘅辦事處。澳洲咧係其中一個。咁中信嘅口號咧就係福音傳華文，恩澤遍萬邦，即係話將福音先去傳俾華人同文化嘅，從而跨文化傳俾其他族裔。咁大家認識中信咧，可能淨係識呢本書仔嘅啫。我帶咗嚟嘅都唔知擺喺邊。咁呢本書仔咧係中信月刊，睇下嗰度啦，你望到出邊都有嘅。咁中信月刊其實呢本書咧係好多人嘅生命見證，亦都係信仰生活啲嘅知識。其實呢本係無聲嘅宣教士，好多人透過睇呢本書仔咧認識耶穌基督，從而成為基督徒。我咧就每次翻香港同埋去中國旅行咧，帶中信派俾屋企人同埋旅行團團友嘅。咁你派俾佢哋去睇，咁鼓勵大家你收咗中信之後唔好收埋，睇完之後唔好收埋，而係轉送俾未信嘅主嘅親戚朋友，成為一個福音嘅工具，係無聲嘅宣教士。咁中信其實除咗派中信咧，其實我哋係一個宣教機構，一個信心嘅差會。我哋有好多宣教士喺世界各地，美洲、南美洲、中美洲、歐洲、亞洲、大洋洲都有我哋嘅宣教士。咁作為宣教士咧，我哋咧係輔助教會參與宣教。我哋透過禱告咧、學習咧、出去咧同埋差派咧，係幫助教會達成宣教嘅使命。禱告係咩咧？我哋係透過禱告，將我哋宣教士同服侍嘅群體咧帶到神嘅施恩寶座前，求神帶領佢哋。咁我哋喺網上有唔同嘅禱告會嘅，有緬甸嘅宣教禱告會啦，泰國宣教禱告會啦，同埋9月份我哋有桑堂
聖同嘅宣教嗰個宣教會。學習咧就係、我哋中信自己製作一套全華人用嘅宣教課程嘅宣子兵法。中國好靚宣子兵法，但係呢個宣唔同嗰個宣道嘅宣。咁幫助弟兄姊妹了解工場嘅需要、民族事工係咩可以做。教會可以用呢個資料咧，好精彩㗎，好有興趣㗎嚇。咁就成為你哋嘅宣教嘅課程。亦都可以鼓勵大家弟兄姊妹參加中信舉辦嘅宣教課程。咁喺馬太福音咧就9章36節，他即耶穌看見一大群人，就憐憫他們，因為他們困苦無助，如同羊沒有牧人一樣。出去就係參與宣教，好似阿 Paul 帶我哋去阿馬特，帶我哋去 Camus 宣教一樣。咁中信都有短期、中期、長期嘅宣教工作。今年中信有4隊宣教短宣隊出發。我去過緬甸啦，去過泰北啦，去泰南啦。泰南啱啱完咗呢個7月上呢個禮拜完咗短宣。咁9月份個桑托嘅短宣，桑托喺太平洋島阿魯巴圖嗰度嘅。咁明年我哋繼續有短宣隊出發，鼓勵大家參加。咁中信咧就有個年輕嘅宣教士，呢、個好年輕人劉亞偉就喺呢個阿魯巴圖沙灘嘅地方宣教，嗰度好難做嘅，因為好少華人嘅，但係我哋一個靈魂都唔放過，所以我哋宣教士喺度。咁佢就向華人傳福音，佢同佢太太咧就去同土人傳福音，跨文化傳福音。咁我仲有啲宣教第二宣教士係張依文傳道咧，佢係關懷太平洋群島嗰個 Lithuania 嗰個路美亞教會，都係中信成立嘅教會，澳洲中信教會。咁我哋協助當地嘅華人教會同埋網上嘅查經訓練。咁中信咧喺經濟上同埋喺關顧上、佢推行上咧，都支持咗宣教士同宣教事工。咁宣教工場咧，始終都由當地嘅弟兄姊妹承擔㗎，因為佢哋有同文化咯。咁我哋只係喺支持支援佢哋喺當地泰北同埋緬甸嘅發展。佢哋有同一嘅言語、同一嘅文化，發展宣教更加方便。咁喺泰北咧，我哋有晏古法牧師，佢負責兒童之家，去照顧同埋培育當地嘅孤兒貧苦兒童嘅。羅少強傳道咧負責中文學校，透過辦學咧就將福音傳俾下一代。家家傳道呢個祖藍家家傳道咧，緬甸人嚟嘅，就係負責鄉村教會即係鄉村教會。咁呢3位同工咧，所有經費、生活費都係澳洲中信支付嘅。我哋經濟上、行動上支持我哋。咁喺緬甸咧有個地方咧，下一張唔該。我哋仲有咧喺經濟上同埋支持啲宣教士咧，我哋辦咗一個呢個培訓中心，宣教培訓中心，咁培訓當地嘅人緬甸人。咁咧就今年有15個同學畢業生，佢哋去到自己鄉下嗰度去教會服侍。有啲咧就冇咧，就去到開荒做開荒去到深偏僻地方做開荒。咁我哋咧就中信有喺4位同學畢業生咧，全力支持佢生活費，經濟上支持你哋，由澳洲中信支付，因為鼓勵你哋去服侍當地嘅鄉村地方。咁喺緬甸呢個地方叫恩來湖，呢個名好靚恩來湖，下一張唔該，係啦，呢個地方好靚個名地方都唔錯啩，我未去過。佢哋2萬人，未聽過福音，佢哋係拜佛、拜精靈咁我哋後面咧感謝神，透過賑災，當地有天災啦，我哋喺度又籌啲錢，國際中信籌啲錢支援佢哋。透過支援佢哋咧，係對基督徒好感，打開福音之門。咁我哋家下咧就支持同工叫做楊春興傳道，喺度服侍啲2萬幾人，佢哋好多係水上住嘅。舊年成立，今年已經有20個慕道家庭，同埋咧有3位信主嘅姊妹咧，今年受浸成基督徒。咁希望大家喺禱告上支持
中信，參與中信做義工或者經濟上支持。其實講開參與義工咧，其實呢個教會同中信好多關係嘅。除咗我之外，許牧師係澳洲中信嘅副主席，鄧師母曾經喺我哋負責文字宣教14年工作。Lawton 幫助我哋嘅電腦，翁山都好多幫助財政上問題，而家退休啦。其實好多義工嘅，咁小珍做過8年嘅中信中心嘅義工嘅，係咪啊？好多義工喺當中 ，Emily 同埋阿香為訪參加中信嘅探訪人員工作。我希望大家能夠去了解多啲中信，唔好淨係以為一本書仔，其實係一個好嘅傳福音機會。頭先唱啲詩歌，立志擺上，有冇聽歌詞啊？出去中信就幫助我哋出去。咁如果大家認識中信咧，就透過 Facebook、Instagram 同埋我哋嘅網站，師母好多工作奉獻參與喺度㗎嚇，多謝師母。咁就大家如果想參與係成為中信嘅知友咧，聯絡我加入群組，我哋個 WhatsApp 群組嘅。多謝大家。好多謝 Eddie 嘅分享，咁跟住我哋一齊去祈禱。父神，感謝你通過中信打開好多福音嘅大門。我哋啱啱都聽到有好多嘅機會喺全球好多地方，特別喺亞洲嘅好多地方啦。我哋啱啱聽到係真係有機會向從來未聽過福音嘅人群嘅種族去傳福音嘅。父神亦都求你繼續帶領中信族嘅宣教士咯，讓佢哋喺當地嘅宣教、當地嘅做嘅樣嘅工作當中，常常從你嘅話語當中得到力量。求你嘅聖靈不斷咁加添佢哋，讓佢哋喺當地有咁樣嘅熱心，有咁樣嘅智慧去傳講你嘅話語。亦都求你建立當地嘅信徒，讓佢哋可以真係通過宣教士嘅帶領咧，佢哋自己都興起，咁可以咧向自己本地嘅鄰舍、本地嘅社區去傳講神嘅話語。亦都求你幫助我哋在座嘅弟兄姊妹咯。雖然我哋可能冇辦法去到嗰度啦，或者我哋暫時係冇呢個機會去到嗰度去參與短宣，但係咧，我哋都係有機會喺禱告當中，同埋我哋喺經濟上都可以去支持神你嘅福音嘅工作。咁父神，我哋亦都為咗我哋使命門徒旅程向你獻上感恩咯，感謝你弟兄姊妹願意參加呢12個禮拜嘅旅程。咁通過今次嘅使命門徒旅程咧，同你帶領我哋廣東話堂嘅幾位弟兄姊妹啦，包括 Sam、Tracy、Sheila、Faith、Paul 同埋維鳳啦，讓我哋一齊咧喺當中可以更好咁明白我哋作為基督徒嘅身份，點樣活出我哋嘅使命，同埋我哋作為一個群體可以彼此輔助，行喺呢個跟隨主耶穌基督嘅道路上。咁同時咧，我哋亦都為咗我哋嘅 Selina 姊妹咁樣禱告，求父神感謝父神佢嘅手術好順利嘅，咁佢而家喺屋企休養，求父神咧繼續帶領佢有好嘅康復啦，同埋預備之後有後續嘅手術嘅，咁同埋求神啦帶領佢，讓佢喺呢段時間從你嘅話語當中常常得到安慰同埋鼓勵。咁父神亦都為咗我哋而家青少年，佢哋喺有呢個青少年營喺營會當中呢幾日，求你保守佢哋嘅安全，亦都讓佢哋喺學習聖經嘅方面有好多嘅得着，特別係仲未有當中有啲係仲係未信主嘅青少年，讓佢哋咧都有機會去真係明白福音嘅真理，讓佢哋可以接受耶穌為佢哋個人嘅救主。感謝父神，奉耶穌基督聖名祈求，阿門。我哋喺教會後邊咧有個奉獻箱嘅，咁如果等陣大家有感動啦，想為中信嘅宣教事工奉獻嘅話咧，就喺我哋普通嘅奉獻箱隔離寫住中信奉獻嘅，你可以喺嗰度奉獻。咁跟住嚟到就嚟到讀經嘅時間啦。今日講到嘅經文出自提摩太後書4章，請聽我讀出。我在神面前，並在將來審判活人死人的
基督耶穌面前，憑着他的顯現和他的國度，鄭重地勸戒你。務要傳道，無論得時不得時，總要專心，並以百般的忍耐和各樣的教導責備人、警戒人、勸勉人。因為時候將到，那時人會厭煩健全的教導，耳朵發癢，就隨心所欲地增添好些教師，並且掩耳不聽真理，偏向無稽的傳說。至於你，凡事要謹慎，忍受苦難，做傳福音的工作，盡你的職分。至於我已經被招獻，離世的時候到了。那美好的仗我已經打過了，當跑的路我已經跑盡了，該順的道我已經守住了。從此以後，有公義的冠冕為我存留，就是按着公義審判的主到了那日要賜給我的。不但賜給我，也賜給凡愛慕他顯現的人。你要趕緊到我這裏來，因為底馬貪愛現今的世界，已經離棄我，往帖撒羅尼迦去了。加勒士往加拉太去，提多往達馬太去，只有路加在我這裏。你來的時候把馬可帶來，因為他在服事上於我有益。我已經打發推基古往以弗所去。我在特羅亞留給加布的那件外衣，你來的時候帶來，那些書也帶來，特別是那幾卷羊皮的書。銅匠亞歷山大多方害我，主必照他所行的報應他。你也要防備他，因為他極力抗拒我們的話。我初次上訴時，沒有人前來幫助，竟都離棄我。但願這罪不歸在他們身上，唯有主站在我身邊，加給我力量，使我能把福音完整地傳開，讓所有的外邦人都聽見。我也從獅子口裏被救出來。主必救我脫離一切的兇惡，也必救我進他的天國。願榮耀歸給他，直到永永遠遠。阿門。請向百基拉、亞居拉和阿尼色弗一家人問安。以拉多在哥林多住下了，特羅菲摩病了，我把他留在米利都。你要趕緊在冬天以前來到我這裏。有布羅、布田、利路、格魯底亞和眾弟兄都向你問安。願主與你的靈同在，願恩惠與你們同在。這是神的話語，當感謝讚美主。今日咧，我哋繼續我哋提摩太後書嘅講道系列。今日係我哋提摩太後書嘅最後一講，係提摩太後書嘅第4章。開始之前，我帶領大家我哋一齊禱告。父神，感謝你寶貴嘅話語，求你藉着提摩太後書第4章，讓我哋見到我哋人生喺世上嘅終點，亦都係我哋進入神永恆國度嘅起點。讓我哋見到保羅佢面對死亡嘅時候，佢嘅盼望，佢嘅憧憬。求你賜俾我哋謙卑嘅心，讓你嘅話語藉着你嘅聖靈不斷咁改變我哋，更新我哋嘅生命。奉主耶穌基督聖名祈求，阿門。咁喺我哋嘅人生當中咧，其實咧有唔同嘅人生階段嘅，而每一個階段咧嘅終點就成為下一個階段嘅起點。舉個例子啦，譬如話右邊呢幅圖啦，係咩階段嘅終點啊？佢係大學畢業啦，可能係佢作為學生呢個學生階段嘅終點。
亦都意味著咩咧？佢仲有一個新嘅階段、新嘅起點係咩啊？就係職場生涯啦。可能未來嘅40、50年咧，佢就會喺職場度工作啦，仲有一個新嘅人生階段。咁另一幅圖啦，左邊呢幅圖咧，呢對老人家佢哋工作咗可能50年啦，終於要退休啦。所以咧，佢哋嘅職場生涯咧，到咗一個終點啦。但係另一個階段嘅起點係咩起點啊？就係安享晚年啦，進入咗退休生活嘅起點啦。所以好多時候咧，一個終點嘅結束，亦都意味著一個起點嘅開始。我哋喺下一個圖啦。使徒保羅喺提摩太後書，佢知道自己嘅人生啦，亦都即將走到盡頭啦。佢喺今生嘅生命，亦都就快嚟到終點啦。但係咧，佢知道呢個就意味著一個新嘅起點。呢個起點咧，就係咧佢進入神永恆國度嘅起點。唔單止係保羅，每一位基督徒，我哋喺今生嘅終點，亦都係喺永恆嘅起點。咁今日嘅講道咧，我就以呢個終點同埋起點為主題，就係從終點到起點。同樣我哋有講到嘅大綱啦，如果你手頭上有呢個大綱嘅話，就會幫助你啦，更好咁參與喺講道當中嘅。咁今日講到咧，就分成三個部分。咁第一部分就係咧，盡忠職守，完成使命。我哋一齊喺我哋讀經文之前咧，我哋先回顧一下上個禮拜。記唔記得上個禮拜都係我喺度講嘅，就係我哋講緊第3章啦。保羅咧就提醒提摩太，就話咧，你知道喎，喺末世時代咧，有好多內憂外患嘅信仰衝擊。咁你點樣企得穩咧？首先你要效法保羅呢位信仰道路上嘅施行者咯。其次，你要喺呢啲患難當中，你要持守聖經真理，因為聖經係神俾我哋嘅啟示，聖經會幫助我哋，讓我哋知錯啦，讓我哋歸正啦，讓我哋咧可以行神要我哋行喺呢個正確嘅道路上。而喺第4章，保羅咧就一開始再一次吩咐提摩太，你要記得你嘅使命係乜嘢，你要完成神俾你嘅使命。我哋一齊去讀第1到第2節嘅經文，喺舊約書都有嘅。我在神面前，並在將來審判活人死人的基督耶穌面前，着他的顯現和他的國度，鄭重的勸誡你，務要傳道，無論得時不得時，總要專心，並以百般的忍耐和各樣的教導責備人、警戒人、勸勉人。呢度一開始第4章，保羅咧就非常之嚴肅嘅態度同提摩太吩咐啦。保羅話：我喺神面前，我喺呢個審判活人死人嘅耶穌基督面前吩咐你，而吩咐你嘅呢件事咧，呢個使命咧係同耶穌將來要再嚟啦，同埋主耶穌基督嘅國度係密切有相關嘅。吩咐嘅內容係乜嘢咧？就係你提摩太，無論係咩環境都好，無論呢個環境係有利於你傳講神嘅福音啦，定係對於你傳講神嘅福音係冇利嘅，你都要去教導傳講神嘅話語，你都要履行從神而嚟嘅使命。呢個使命咧，唔係使徒保羅自己俾提摩太嘅，而係佢從神得嚟嘅。所以咧，使徒保羅特別提到話喺神啊，喺基督面前提醒你，意思就話咧，將來你要同神交賬嘅。呢個係非常重要嘅使命，從神而嚟，而你咧都要向神交賬。所以咧，提摩太，你咧就要用神嘅話語去責備人，讓人知錯悔改啦。你要去警戒人，讓人唔好行差踏錯啦。同埋最後要勸勉人，第2節嗰度勸勉嘅就係咧，你要勸勉鼓勵人繼續行喺跟隨主耶穌嘅道路上。而你最終你嘅使命完成咗之後，你要向神交賬。咁我哋睇翻下一個 slide，咁我哋唔使讀出嚟啦。咁第3、第4節咧，跟住咧網上嘅經文咧就話俾我聽咧，使徒保羅提醒提
提摩太話咧，其實喺末世嘅世代當中咧，有好多嘅人，佢哋係唔中意聽屬於真理嘅話語嘅，佢唔中意聽你傳講神嘅説話嘅，佢哋咧耳仔發鹹，唔係話真係要好鹹嘅，而係話咧，佢哋淨係想聽嗰啲令到佢哋耳仔感到舒服嘅説話。而且咧喺呢個末世嘅世代咧，有好多呢啲所謂嘅有披着屬靈外表嘅假教師，佢哋講嘅説話咧會迷惑人，而好多人都中意聽啲説話，會被帶偏離真理嘅。嗱，好似我哋唔單止喺保羅嘅時代啦，其實喺我哋而家咧，我哋信息咁發達啦，都係有非常之多咁樣嘅現象，有好多讓我哋感到耳仔發鹹嘅人啦，同埋咧讓我哋即係聽到好舒服嘅教導，但係咧唔係真係屬於真理嘅教導。舉個例子啦，譬如話我哋作為牧師啦，我哋如果係按照聖經去教導大家，我哋唔會迴避基督徒有苦難呢個狀況嘅。好似呢幅圖右邊嗰幅圖咁啦，基督徒一定喺世上我哋會面對苦難嘅。我哋信咗主之後，生命唔會一帆風順嘅，一定有苦難。但係喺苦難當中咧，神咧讓我哋去經歷佢嘅恩典啦。喺苦難當中，神讓我哋可以喺苦難中見到話佢係依然係可靠嘅，同埋我哋嘅信心係得到好大嘅成長嘅。但係咧，呢啲教導其實咧好多人係唔中意聽嘅，係喺主流社會當中其實係唔係好受歡迎嘅，因為冇人中意苦難。但係咧，反而咧有一啲無論係澳洲啦定係海外啦，有一啲教會嘅牧師啦，佢哋好中意教邊啲內容咧？佢哋會講話就好似呢幅圖啊，你信咗主之後，你人生就會一直走向巔峰啦。你咧人生就會成功嘅，你事業會成功啦，你家庭會幸福啦，同埋咧你咧就係有好多物質上嘅祝福嘅，你想要乜都有，神會俾你嘅。呢啲令到你耳仔聽到好舒服，好受落。因為大家我哋內心咧聽到呢啲咧，就會好功利化滿足我哋嘅需求。咁呢啲嘅講道咧，反而係受歡迎喎。即係如果我哋而家講緊呢啲，可能成個教會就錯誤晒人啦，因為大家都中意聽呢啲。但係呢啲咪真係屬於聖經真理嘅教導咧？唔係嘅。而喺末世嘅世代咧，就好似保羅提醒提摩太，會有好多人講呢啲大家中意聽嘅説話，但係佢唔係真理。而提摩太需要點做咧？我哋睇下第5節經文喺度，我哋唔使讀出嚟嘅。提摩太咧，你咧就要謹慎，你要忍受苦難，做好你嘅本分。意思就係話咧，即使你所處嘅世代，大家唔中意聽真理，大家中意聽呢啲即係覺得讓神祝福我，但係咧就都係唔係屬於聖經入邊嘅，淨係好功利啲需求嘅內容咧，唔緊要，你繼續做好你福音嘅工作，你要帶住忍耐啦，帶住謹慎啦，去完成你嘅本分。咁講到呢度啦，你可能會話：哇，牧師啊，我都明白提摩太嘅使命啦，都好認同。但係咧，我哋唔係提摩太喎，即係呢個書信係保羅寫俾提摩太㗎嘛。提摩太佢係教會嘅牧師，佢係以弗所教會嘅牧師。但係我哋只不過係我哋可能有好多人係有全職嘅工作啦，但係我哋唔係做牧師㗎嘛，或者我哋已經有好多係退咗休啦。咁我哋都唔係牧師，保羅吩咐提摩太嘅呢啲嘢，係咪對我哋係冇乜意義咧？即係我哋唔使聽咧？的確係保羅寫俾提摩太嘅，我哋唔係提摩太，所以我哋唔可以直接咧就將保羅寫俾提摩太嘅就帶俾我哋自己喎。咁樣嘅話係理解上可能有啲斷章取義嘅，但係喺呢個當中咧，我哋知道咧，保羅寫俾提摩太會係一個大嘅原則。呢個大嘅原則係對我哋一樣係同樣係有意義嘅。係咩原則咧？就係咧，我哋真正跟隨全心全意跟隨主耶穌基督，願意真係聽從耶穌嘅真理嘅人咧，喺社會當中係少數嘅。我哋係屬於少數嘅群體，而喺社會大多數人咧，耳仔係發鹹嘅，係唔中意聽聖經入邊嘅真理嘅。
但係作為少數群體，我哋生活喺呢個世代當中咧，我哋要忠心咁去信靠我哋嘅主，同埋神嘅心意咧，就係讓我哋嘅生命活出我哋基督徒應有嘅見證，以至於其他人見到我哋嘅生命嘅見證啦，見到話哇，原來你係唔同嘅喎，即係其他人係中意聽呢啲，但係點解你中意聽呢啲咧？點解其他人佢哋嘅生命係行呢條路，但係你係唔同嘅咧？咁呢個時候佢就知道，因為你所信嘅神先係真正嘅神，你所信嘅耶穌基督，佢先係真正可以改變我哋生命嘅呢位主宰。下幅圖啦，咁就好似我哋喺人生當中，我哋有唔同嘅角色啦。我哋唔係話我哋在座嘅，即係都唔係牧師啦，唔係提摩太嘅呢個角色咯。但係咧，神俾我哋喺生命當中，我哋有唔同嘅角色。譬如話，你而家全職翻緊工，你可能係會計，你可能係老師，你可能係唔同嘅工作啦，或者你已經退咗休啦，就好似呢兩位老人家咁，你已經享受緊呢個退休嘅生活啦。但係無論你而家生命處喺乜嘢角色當中啦，神嘅心意咧就係咧，你要履行你嘅本分，你咧要活出神俾你呢個角色當中嘅使命，讓身邊嘅人見到你生命嘅見證，以至佢哋知道話你所信嘅呢位主係真實嘅，佢哋都願意去信靠呢位主，佢哋都願意去認識你所信靠嘅主，以至佢哋將來都可以因為信靠主耶穌得到永生。呢個係保羅寫俾提摩太嘅一個使命背後嘅原則，亦都係我哋作為基督徒我哋使命背後嘅原則。譬如話舉個例子啦，你喺職場度，譬如你翻工，咁可能你嘅工作態度係特別誠實嘅，你唔跟住你同事一樣點解你老細？咁可能你同事又覺得奇怪啦，點解你唔去同我一齊做同樣嘅嘢？即係誠實咁重要嗎？咁嗰時你讓佢知道你係基督徒，咁佢就知道原來你嘅信仰係真實嘅。又或者你退咗休啦，咁年紀大啦，可能即係身體會有毛病啦，咁可能你面對一個重大嘅手術，其他人你身邊嘅朋友佢唔信主嘅，佢哋已經如果佢哋係你話已經擔心到直情係完全即係成個人係嚴重嘅焦慮啦。但係反而咧，你好坦然咁面對，你有平安有喜樂，你唔好似佢哋咁樣有極大嘅焦慮。咁你朋友可能就問：哇！呢個大手術嚟喎，點解你唔驚啊？呢個時候因為我禱告，因為我知道神掌權，因為我知道我將來會見到。呢個係好有力量嘅見證。所以跟住咧，我哋用2分鐘時間，我邀請大家討論一下下個 slide 啦。喺銀幕上有呢個問題，就係喺你目前嘅人生角色當中啦，神給予咗你一個點樣嘅使命？大家諗下，用2分鐘時間討論一下。
唔緊要，你攞住先。我唔知呢個啊。咦？冇問題。緊要，你 VG 我 VG 真係啲事唔出嚟，我發覺呢個唔係 VG。你一齊翻返嚟啦。知 DVI 好，咁我都仲可以俾條 DVI 先。咁我有 DVI。咁希望大家咧都要諗下，即係因為我哋每個人，我哋嘅人生階段唔同㗎嘛，而且我哋有唔同嘅角色啦，唔同嘅身份。但喺當中咧，神有咩使命俾我咧？我點樣可以活出我嘅信仰咧？保羅同埋提摩太咧，佢哋喺神面前係有呢個使命嘅。我哋每個人喺神面前，我哋都有呢個使命同埋職責。我哋咧亦都要盡忠職守，唔好辜負神嘅心意。所以跟住嚟咧，我哋就嚟到講到嘅第二部分啦，就係滿心盼望迎接終點。我哋啱啱見到啦，就係咧，保羅咧，佢咧知道自己時日唔多啦，佢寫緊呢個提摩太後書都已經寫到尾聲啦。佢喺監獄度，佢知道可能以後咧，佢唔會被放出嚟啦，同埋咧，可能佢會被處死嘅，所以佢就吩咐提摩太要盡忠職守咯。跟住咧，吩咐完之後，佢就向提摩太表達咗佢自己對於未來係充滿盼望。我哋一齊嚟讀6到8節嘅經文，喺銀幕上有嘅，係保羅寫嘅，關於佢自己嘅。至於我已經嘅那美好的仗我已經打過了，當跑的路我已經跑盡了，該順的道我已經守住了。從此以後，有公義的冠冕為我存留，就是公義審判的主到了那日要賜給我的，不但賜給我，也賜給凡愛慕他顯現的人。呢度話點嘅選？保羅本來吩咐提摩太，跟住佢講至於我，佢講翻自己啦。佢話咧，佢將自己比喻成呢個可能大概解釋下咩叫做澆獻咧。佢將自己比喻成咧舊約時代。佢哋獻嘅一種祭叫做奠祭。咩叫做奠祭咧？就係咧，當時祭司咧會倒一杯酒，倒滿呢杯酒啦，跟住咧就將杯酒杯灑嘅酒灑喺祭壇度。呢個就叫做奠祭啦。咁呢個代表係咩？代表呢個酒咧就係向神所獻嘅祭，係獻俾神。而保羅咧話自己，佢比喻自己就好似呢杯酒杯入面嘅酒。已經全部倒出晒，咩意思啊？即係佢嘅生命咧，已經全部奉獻出去啦。佢嘅生命已經全部擺上，獻俾神。所以佢話佢自己就好似呢個澆奠，即係俾澆出嚟嘅獻俾神嘅祭嘅。同埋佢話佢離世嘅時候到啦，佢嘅生命已經倒晒出嚟啦嘛，所以剩低冇啦。佢知道自己好快可能就會死啦。而呢個時候，佢開始回顧佢自己嘅一生。對於佢自己一生咧，佢用咗3個排比句去形容。我已經。佢話：美好的仗我已經打過了，當跑的路我已經跑盡了，該順的道我已經守住了。佢用呢3個排比句話俾自己，亦都話俾提摩太聽。神交託俾佢嘅事，佢已經盡忠職責，忠心咁完成咗啦。佢已經盡心盡力咁去完成咗呢個使命。而跟住落嚟咧，佢就開始盼望見到主耶穌基督嘅嗰一日。佢話咧：我見到主耶穌嗰一日咧，第8節有公義嘅冠冕為我存。呢個公義冠冕咧，
就係呢位愛佢嘅主對佢最大嘅肯定。而且咧，當佢得到呢個肯定嘅時候，得到呢個獎賞嘅時候，佢一生所有嘅付出，所有嘅掙扎都係值得嘅。而呢個公義冠冕咧，唔單止係俾保羅嘅，喺第8節最後嘅話咧，都係俾凡愛慕佢顯現嘅。所以凡係願意喺一生當中忠心咁去信靠主耶穌基督，忠心咁行喺跟隨耶穌基督道路上，同埋我哋真係好盼望耶穌再嚟嘅基督徒，我哋都會同保羅一樣，喺見到主嘅嗰一日得到公義嘅冠冕。我哋啱啱講到啦，保羅意識到自己咧就要死啦，所以咧佢開始就回顧佢自己嘅人生。佢唔單止回顧咗一次，佢回顧咗第2次添。我哋睇下一段經文啦。喺呢個書信嘅最後尾嘅時候咧，佢再一次回顧自己嘅人生。喺16到18節，我哋唔使讀出嚟，網上有經文啦。保羅有從唔同嘅角度去回顧啦。佢話喺16節度，佢話當初咧，我喺監獄度上訴嘅時候咧，冇人幫我，所有同工都離開咗我。但係17節佢話咧，主企喺我身邊，主耶穌基督，佢冇離棄我，佢賜俾我力量，佢讓我有能力去履行我嘅使命。我嘅使命係乜嘢咧？就係可以將呢個福音完整咁傳開啦，讓外邦人，即係非猶太人，本來係拜偶像嘅呢啲非猶太人，佢哋都可以聽到福音。對保羅，佢回顧佢人生知道話，神一直以嚟都與佢同在，同埋佢話我也從獅子口裏被救出嚟。呢度佢唔係真係話佢真係好似但以理咁，俾人從獅子坑度救出嚟。呢個係一個比喻。喺舊約時候咧，獅子口喺詩篇入邊咧就形容係一種係極大嘅危險，就會比喻成獅子口。所以保羅意思就話咧，神咧，主耶穌基督咧，亦都將我從死亡嘅邊緣、極大嘅危險當中拯救出嚟。跟住18節，保羅話：主必救我脫離一切嘅兇惡。呢度好得意喎！保羅喺佢寫緊書信嗰時，佢已經喺監獄度啦。佢知道佢自己時日無多啦，佢都知道自己好快就會被處於死刑。咁點解佢仲會話我知道神係主必救我脫離一切兇惡咧？佢唔會被無罪釋放喎。佢之前都講咗啦，佢離世嘅日子，離世嘅時候到，所以佢呢度所講嘅兇惡咧，脫離兇惡，唔係話神必讓佢得到自由。神必讓佢唔會經歷死亡，唔係咁嘅意思。佢意思話咧，主耶穌基督必定會保守佢嘅信心，讓佢就算經歷種種嘅考驗、種種嘅試探都好啦，佢必不失去信心。主耶穌基督必保留佢嘅信心，讓佢可以安全咁離世嘅日子到啦，可以安全咁面對面見到呢位佢愛嘅主。呢個就係脫離一切兇惡嘅意思。同埋最後嘅話咧，佢深信主救佢進入佢主耶穌基督永恆嘅國度當中。我哋見到保羅佢面對自己嘅離世，無論係喺啱啱我哋上即係第6到第8節嘅經文，或者係16到18節嘅經文，佢2次回顧佢嘅人生，對於佢即將死亡嘅事實，佢係冇恐懼嘅。甚至乎佢內心係充滿咗盼望，充滿咗憧憬嘅，因為咧佢知道人喺世上嘅日子唔係佢嘅終點，而係咧當佢離世嘅日子嗰一日咧，係佢進入神永恆國度嘅起點。嗱，保羅嘅呢種諗法咧，對於死亡嘅睇法同我哋傳統華人思想係好唔同嘅。我哋睇翻下頁咯。就揾到啲佢話咧，因為我哋華人文化當中好避忌死亡死字啦，我哋華人文化當中將死亡視為一個禁忌嘅話題咯，同埋好多個恐懼啦。所以我見到一週刊就話啦，死字唔想講出口，如有超過10種替代講法。咁我可能我唔知10種啦，但係我都知道我哋廣東話有好多啦，係唔使講嘅死字，大家都知你講乜嘅。咁
咁大家可能知道比我仲多，但係咧我都知道我作為華人，特別係傳統嘅思想當中，作為喺長輩當中啦，我哋好忌講死字。咁甚至乎咧，我知道有一啲長輩啦，佢哋唔肯立遺囑，唔肯見律師立遺囑，點解啊？因為立遺囑咧，就讓佢哋要面對佢哋以後會死亡嘅事實，而呢個事實太恐怖啦，所以我唔去諗呢件事，我就唔立遺囑啦。因為立遺囑就代表我諗我身後事，我唔想諗呢件事，太恐怖。但係呢個 OK 嘛，即係呢個你唔諗就唔會發生嘛。同埋有啲即係我哋自欺欺人咧，你唔諗佢就唔恐怖嘛，唔係嘅。所以唔諗唔係解決死亡嘅。對於華人文化當中，我哋唔諗呢件事，唔理佢，真係唔係呢個解決我哋對於死亡恐懼嘅做法。但係保羅我哋見到佢因為認識主耶穌基督福音嘅真理，呢個先係解決我哋對於死亡嘅恐懼。我哋作為華人基督徒，雖然我哋喺我哋文化當中對於死亡觀係有呢種根深蒂固嘅恐懼，但係我哋唔可以讓我哋嘅文化去改變我哋嘅信仰，而反之我哋要將我哋嘅信仰去改變我哋嘅文化。所以我哋唔好因為我哋嘅身邊嘅人，或者我哋從細到大都係懼怕死亡，逃避呢個死字而感到懼怕。反而我哋見到保羅，佢面對佢自己離世嘅時候，佢係充滿咗盼望，充滿咗憧憬，佢期待嗰一日嘅到嚟，因為嗰日就係一個新嘅開始嘅起點。所以都鼓勵大家啦，我哋咧唔好讓死亡成為真係主宰我哋嘅一個恐懼。我哋要帶住從神而嚟嘅視角去看待死亡，而且讓我哋身邊嘅人見到我哋係唔同嘅。如果佢哋唔係基督徒，佢哋覺得好奇怪，點解你咁樣睇咧？點解你即係你對於死亡係唔忌講呢件事咧？因為我哋知道我哋將來去邊度，佢哋唔知道，所以呢個亦都係一個好好見證嘅機會。所以最後咧，我哋就嚟到講到嘅第三部分，亦都係一個總結啦。我哋睇下個 slide。今生嘅終點，永恆嘅起點。我哋啱啱見到啦，生命進入倒計時嘅保羅，佢仍然咧要吩咐提摩太，你要盡忠職守，完成神俾你嘅使命，就好似我已經完成咗我嘅使命一樣。跟住佢開始去期待與主相見嗰一日。咁作為一個總結啦，我睇下一個 slide。我哋知道咧，其實我哋喺今生嘅日子係短暫嘅，我哋可能你話即係長命100歲，就算我哋活到100歲都好啦。其實咧，同呢個浩瀚嘅宇宙嘅歷史相比，人100年嘅壽命係曇花一現嘅，就好似咧同呢個浩瀚嘅宇宙長河嘅歷史相比咧，我哋每個人生命就好似一粒沙咁微不足道嘅。其實生命真係短暫嘅，但係咧喺呢個短暫嘅生命當中咧，神要我哋去數算我哋嘅日子，要我哋唔好浪費咁短暫嘅光陰，而喺呢個短暫嘅光陰當中，神俾咗我哋使命，要我哋活出我哋嘅作為唔同角色嘅使命同埋責任。我哋嘅今生咧，其實咧其實係為我哋永恆嘅生命做預備嘅。我哋咧喺今生當中，我哋將我哋人生投資喺有永恆意義嘅事情上面，因為我哋今生係為永恆做預備。對於好多人嚟講，對於唔信主嘅人，對於真係唔認識主耶穌基督嘅人，可能今生嘅終點就係佢嘅終點啦，佢嘅人生就冇之後。但係我已經同你知道，今生嘅終點其實係永恆嘅起點。如果你覺得你今生嘅人生覺得已經過得非常之快樂、開心嘅話，咁你等待永恆嘅起點，會比你認為嘅最成功、最開心嘅人生多，你想象唔到嘅咁多。而且咧，既然我哋嘅人生係短暫嘅，咁我哋唔好為今生而活。我哋咧，今生其實有好多嘢去追求嘅。但係呢啲係咪都係短暫咧？譬如話你追求財富又好啊，榮譽又好啊，呢啲嘢其實都係喺
喺浩瀚嘅宇宙歷史當中，曇花一現真，好似一粒沙子咁微小。1000年以後，冇人記得我哋係邊個，冇人記得你有幾多錢，你有幾層樓。但係神嘅心意咧，就係咧，我哋喺短暫嘅人生當中，我哋做有永恆意義嘅嘢。咩係有永恆意義嘅嘢咧？譬如話喺我哋短暫嘅人生當中，我哋多認識神，我哋對於神嘅愛，對於神嘅認識，呢個係可以帶到去見到主面，係有永恆意義嘅。因為神係主耶穌基督係有永恆嘅。咩係永恆意義嘅嘢咧？我哋嘅生命活出我哋嘅使命，讓身邊嘅人見到我哋真實嘅信仰，以至於佢哋都有興趣去了解你所相信嘅福音。而當佢哋認識主耶穌嘅時候，佢哋亦都得到永恆嘅生命。呢個係有永恆意義嘅。所以我哋希望大家我哋回想一下我哋目前嘅人生，我哋投資咗幾多嘅時間、精力同埋金錢，係喺短暫嘅冇永恆意義嘅事物上，而我哋用咗幾多嘅時間係真係願意去投資喺有永恆意義嘅事物上。當我哋面對主嘅嗰一日，我哋可唔可以向主耶穌基督交賬？我哋有冇浪費我哋嘅光陰？所以鼓勵大家咧，我弟兄姊妹，我哋可以今晚翻屋企揾個安靜嘅地方諗一諗，思想一下你目前嘅人生，究竟有冇係為永恆？有冇投資喺永恆嘅事情？同埋，如果你真係覺得你花咗太多嘅時間喺今生嘅追求呢啲短暫嘅時間嘅時候，希望大家真係謙卑咁喺神前認罪悔改，同埋立定心志，願意將我哋嘅人生重新定位，有個真正永恆嘅目標。咁如果在座嘅你仲係未認識主耶穌基督嘅，你仲係探索緊信仰嘅，呢個對你嚟講都係一個好大嘅鼓勵，因為人生係短暫嘅。如果我哋唔認識主，我哋人生其實最終係冇意義嘅。所以希望咧，如果你仲係探索緊信仰嘅話，你都係喺尋找主耶穌基督嘅道路上，真係喺你短暫嘅生命揾到永恆。希望你早日同我哋一樣願意去信靠主耶穌，成為天國嘅子民。咁最後啦，我哋有一個都係每次都係有一個大家可以諗一下嘅時間。我哋用1分鐘諗一諗啦。如果今日離開教會之後，有人問你喺教會度你學到啲乜嘢，你點樣回答咧？我哋先用1分鐘，唔使討論先，我哋先諗一下，跟住先討論。好啊，我哋同身邊嘅人討論一下啦。你今日學到啲乜嘢啊？
最後啦，我帶領大家，我哋一齊做一個結束嘅禱告。我哋一齊禱告，父神，感謝你今日通過提摩太後書，保羅真係佢知道自己時日無多啦，佢寫俾提摩太嘅呢個絕筆嘅書信啦，讓我哋見到保羅面對自己即將死亡嘅事實，佢係充滿咗盼望、憧憬嘅，佢期待與主面對面嘅嗰一日，佢期待得到主耶穌基督嘅肯定同埋獎賞嘅嗰一日，佢期待將一神永恆國度嘅嗰一日，亦都求你幫助我哋在座每一位啦。我哋唔知道我哋喺世上幾多日子，但係求你幫助我哋懂得數算我哋嘅日子，懂得點樣可以使用我哋有限嘅人生，用喺永恆意義嘅事物上。感謝主，奉耶穌基督聖名祈求，阿門。
關係咧，好開心啊！因為而家學校假期啦，都歡迎我哋國語堂都有我哋嘅下一代一齊喺度一齊去學習神嘅話語咯。咁跟住我哋，我帶領大家一齊為奉獻禱告。父神，感謝你，藉着提摩太後書整個系列啦，讓我哋見到，雖然我哋係末世嘅世代當中充滿咗各種信仰上嘅內憂外患嘅衝擊啦，同埋咧，我哋知道我哋作為基督徒喺呢世上係作為一個少數嘅群體，世上主流嘅聲音都係唔想去聽神嚟嘅説話嘅。但係求你幫助我哋活出我哋嘅使命，活出我哋嘅身份，讓我哋堅定咁行喺跟隨主耶穌嘅道路上。父神亦都感謝你賜俾我哋喺我哋呢個短暫嘅喺世上嘅生命當中咧，都賜俾我哋財富啦，賜俾我哋金錢啦。雖然呢啲金錢財富亦都係短暫嘅，但係咧佢係可以讓我哋喺世上可以享受你賜俾我哋，你為我哋所賜下嘅所謂嘅呢啲美好嘅事物，讓我哋可以享受你賜俾我哋嘅人生。但係我哋亦都知道呢啲金錢係唔會帶到永恆嘅，所以求你幫助我哋使用呢啲短暫嘅金錢，用喺永恆嘅意義上，讓我哋帶住樂意奉獻嘅心，唔係因為你需要呢啲金錢，係因為你拯救咗我哋係屬於你嘅，我哋願意讓從你而嚟嘅金錢去作為一個感恩，去獻俾你，去做更多有永恆意義嘅福音嘅工作。求你賜俾我哋每個人慷慨嘅心、喜樂嘅心，讓我哋喺奉獻嘅時候，唔單止係奉獻金錢，都奉獻我哋嘅時間、我哋嘅能力。奉主耶穌基督聖名祈求，阿門。好，跟住我哋嚟到講道嘅尾聲，我邀請大家我哋一齊起立，我哋一齊用主禱文嚟禱告。我們在天上的父，願人都尊你的名為聖，願你的國降臨。願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們日用的飲食，今日賜給我們，免我們的債，如同我們免人的債，不叫我們遇見試探，把我們脫離兇惡。因為國度、權柄、榮耀全是你的，直到永遠。阿門。好，最後我帶領大家，我為大家祝福禱告。神能照着運行在我們心裏的大力，充充足足的成就一切，超過我們所求所想的。但願他在教會中，並在基督耶穌裏得着榮耀，直到世世代代，永永遠遠。阿門。最後我哋彼此祝福，願主耶穌基督的恩惠、上帝的慈愛、聖靈的感動，常與我們眾人同在。好，我哋有茶點，請大家嚟到。